缅甸发生军事政变到今已经2年啊，目前知影有2900多人死亡，超过300万人是有路无厝。面对军方要伫咧年底举办选举，有10外个民间团体伫咧今仔日召开记者会，呼吁社会各界除了人道救援以外，唔通承认这场选举的正当性。 2021年2月7日，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根据台湾成员缅甸联盟的统计，2冬以来有2000多人死亡，超过300万人有路无厝。即马军方准备年底举办选举，台湾人权促进会站出来呼吁，望社会配合联合国的立场，拒绝承认正当性。他没有实质控制的一个所谓的缅甸军方，他 所要宣称举办的一场选举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就算接下来发生了所谓的这个选举的活动，我们国际上也不应该承认。所以，联合国的这一位缅甸的人权专家，他呼吁国际社会，我们应该要拒绝承认缅甸军方。 10外个民间团体向政府提出3项诉求，希望新任内阁会当保障伫台湾缅甸人的居留权。正式表示无承认缅甸军方，无承认选举。去年拄则予中国政府释放的人权推动人士李明德表示，海外的缅甸民间团体爱尽力协调人道救援，配合制裁。海外的缅甸人团体应该呼吁所在国的政府配合西方国家制裁缅甸军政府，应该要去关注 外国所有迫害人权的事项，因为当我们在关注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提醒我们，人权跟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另外，台湾成员缅甸联盟嘛讲，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尼，已经减少对缅甸的外交活动，望台湾民间企业嘛停止对缅甸军方的任何交流。记者麦上英张玉水台北报道。